喂，思源熙，现在顾西辰身边有一个女人，叫做南宫琉璃，你想办法把她弄走。南宫琉璃，她是谁呀？为什么要把她赶走？她是公司新招的一批新人。可是我又不认识她，我怎么能？锦溪，那个，没什么事的话就我们改天再联系。啊，拜拜。谁的电话？一个朋友。吃饭了。顾西城，我来了。贺锦熙这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啊！我能怎么办呀？人家是在公司，我能做什么呢？真是。锦溪，我走了。哎，顾西城，怎么了？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想说，今天晚上我准备自己做点菜，请你和奶奶尝尝。好啊，那我早点回来。好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拜拜。